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4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畏的心。咱有几摆分享到基督徒为什么着爱对上帝尊着迄个敬兄敬畏伊？因为当咱若准无甲上帝当作一回事的时阵，就必定会离开上帝真理的道路，做遐个违背上帝旨意的事。这种的代志啦，咱一般的人讲叫做伤天害理啦吼。福音书的记载，遐个上帝的选民、祭司啦、经学师啦，也是法利赛人啦，因想尽办法，就是要来杀列撒罗甲耶稣。但是呢，因毋敢为什么毋敢？其实因毋是惊上帝，因并毋是因为敬畏上帝，因是惊人民啦吼。这种的惊人却无惊上帝，行事为人就会真奇怪。但以理甲伊三个朋友就完全无共款哦，因却是尊主做大。圣经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记载着因受了到伫巴比伦了后拄头的生活，以及因的决志，因决心要来听上帝赢过面对的死亡。圣经记载讲，但以理伫尼布甲尼撒的王宫，犹大王约雅敬继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主将约雅敬甲上帝圣殿内底一部分的器具交伫伊的手中。尼布甲尼撒将掠去带到伫遮的巴比伦的神庙，甲遐的器具收入去伫神庙的库房。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太监总督阿西比纳对以色列的王室甲贵族的子孙选一寡少年人，因着身躯健全、缘投、有学问、有智慧，通达事理，来王遐侍候。阿西比纳甲因教巴比伦的语言甲文学，王阁吩咐将宫内的食米甲酒，逐日照分量互因食，安尼甲因栽培3年久，互因期满了后，就会当来侍候王。这个青年人的中间有犹大支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甲阿撒利亚。太监总管因号新的名，甲但以理号做伯特沙撒，哈拿尼亚号做沙德拉。米沙利号做米沙，阿撒利亚号做阿伯尼哥。但以理决心毋食王宫的食米甲酒，才免食这的物件，互家己目拉散。伊就请求太监总管允准，无互伊拍拉散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督的任命甲好款待。太监总管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已经指定恁着食这的食米，万一
伊看到恁比其他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你害我互王斩头。但伊哩对太监总管派来的监护伊哈纳尼亚、米沙利、阿萨利亚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原即几个简单食菜、啉水。10日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遐个食王、会食米的少年人的面容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决定要怎样甲阮处理。监护的人就允准伊试10日。10日了后，因4个人比其他食王姜食米的少年人更较健康好看。监督的人就无搁互因食王姜食米甲酒，只有互因食青菜。上帝互这4个少年人伫文学、伫学问方面，拢真有才能甲学识。搁互但以理会晓明白各种异象甲面貌。尼布甲尼撒规定，所有的少年人着进宫的日期到。太监总督就带因去见王甲因面谈，发现其他的人无一个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甲阿撒利亚会比得，就互因4个人侍候伊。王甲因问真有关智慧甲建设的事。就知因比全国的术士甲行法术的较高10倍。但你到伫塞鲁士坐位元年活地，因为因决心听主，无愿意食尼布甲尼撒王所提供的好食米。上帝就保守因，无互因受到伤害。因只有食菜色，毋食王所分配的食米，却悠远更较健康，更较勇。基督徒对上帝着存着这个敬畏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因为呢，只有安尼，才会通无看家己，拢干那只有看上帝。更较愿意为了主来牺牲，来听人，亲像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所命令人同款。伊爱咱，着爱听人亲像家己，着爱彼此相听，着爱彼此来洗脚，更加着爱为了遐软弱欠缺人提供所需要的。就好像亲像初代教会基督徒同款，因所做的见证。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记载着圣神降临节了后，初代教会基督徒的美好生活。因爱人，因尊主最大，因用性命来敬畏上帝。圣经记载信徒的团契生活，因专心领受互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的生活，擘饼、祈祷。使徒行真济奇事神迹，引起众人敬畏的心。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所有的米拢共家用。阁有真济家产财米，照逐人的需要分互大家。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阁伫一家一家来擘饼，用欢喜诚心做伙啉食，上赞上帝，阁得到众人的欢喜接纳。主就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因为安尼美好生命见证因就是敬畏上帝的，专心听主。
因为安尼，上帝就逐日将得救的人数来加添互因，这是偌水的见证啊！诗篇133篇，兄弟姊妹好好徛起，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尼好，偌尼欢喜。这通比贵重的油添伫头壳顶，流到伫喙手阿伦的喙手，佮流到伫伊的颔领。这嘛是通比着黑文山的露水，落到伫锡安的山岭。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福，赐永远的活命。恳求上帝帮助阮谦卑领受着救恩，顺服上帝的呼召甲旨意，愿意用敬畏的心来听主，用谦卑的心志来听人，无骄傲，无越权，无自夸，无伤过癫狂，愿意哪服侍哪谦卑，愿意得到欢喜来心存敬畏，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